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中英圈阿群妹。今日嘅节目当中啊，又要来同大家来收嘅好食咧。下一步嘅大家可能有看过东道传汤，佢哋嘅中风都有一点点复古风，就像要不要胖空用，走一个复古风的样式，有什么老宅咖啡厅啊、老宅餐厅啊，全部就董书分享，很多网美会去拍照。今日嘅节目当中，没有来同大家来收嘅苗栗3年一间传汤，一间传汤啊，佢正經咩係老宅，佢係正經嘅老屋，喺講去到幾片做啲啲嘅火房屋來食飯咯，所以佢係馬上咯，細細嘅家來分享。今日嘅節目啲都會有請多位來賓來分享，因傳統美食館嘅調價來分享，誒小賴分享。大家好，我來自苗栗3年嘅客家人，上來。小賴分享，你好，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分享自家傳統哦。冇問題，冇問題。分享你來同大家來分享，就像人家一開始同觀眾朋友有講到嘅，一下青史行嘛個老宅咖啡廳、老宅餐廳，啊唔過家頭都係啲啊中風當個重新再過去老佢塑造一個老屋嘅一種感覺。啊，唔過同亞烏卡嘅方式有一啲啲咧冇共用哦，同大家分享一下亞烏卡嘅老屋按用嘅傳統係用嘅來做嘅。以前就係3年7家老宅老屋，7家老屋就是像人家講的三合院，對，有火堂，有火房屋安尼嘅。對，哦。以前阿公、爸爸全部都係嘅。阿公、爸爸全部都係嘅，哇，好漂亮哦！亞烏卡嘅火房屋真係當講誒，韓國佢喺左右全部就係保留到東河，後背兩棚兩順係有冇？係有。有。哇，古時候真係保留到東河，阿公、爸爸嘅樣式全部就係帶到幾片。佢唔有帶過呀火房屋嗎？冇。你冇帶過，過後就爸爸就搬出來嘅。對，阿公順康起屋嘅，人就搬到順康。係有錢起屋嘅，嗰時候就帶到順康，阿爺就係頭擺嘅老屋。哦，啊，嗰陣時係萬人上到講，我啲啊可以建傳堂，就啲老屋可以建傳堂。以前啊，媽媽也是喜歡做吃的，都給佢買小鴨啊，一條。媽媽差唔多乜嘅時間？國中嘅時候。哦，就開關東煮、撈飯。哇！然後生意較冇按好，就過去人家嚟傳堂聽書，啊，聽書幾年以後，傳堂嘅人生傳堂也租約到期了，阿妹就講求轉來到烏卡，想來做傳堂，就變咗7家做誒。拄好阿公以前有老人照顧，做傳堂。哇！個10批全部都含有留的。就都有老屋地度。冇多老屋。哦，冇多老屋。會唔會曬到老屋？哦，10批含有，好，就開始按用做傳堂。哦，按用媽媽頭前經營咧，差唔多有幾多年嘅時間？都一下來做20年嘅。20年誒，啊，你下後再個接過來，再個7家來做，然後就主要你夫子就錯誒，啊，調價好，調價好。好啦，來同大家分享一下一間店嘅名嘅，啊，同嘅共樣，亞烏卡嘅同號咩係現傳統嘅頭擺，唔係頭擺嘅搭擺轉到亞老屋，而去擺夜嘅時間，啊，蛋糕就會寫3張太太是現傳統，然後就寫2棚嘅有對聯咯，乜嘅菜，乜嘅一下記唔起來嘅，亞烏卡咩係安尼？我講乜係樣？現傳統，乜嘅菜，乜嘅，可以起來嗎？唔記得了。好啦，正常，大家都可以唔起來。啊，唔講嘅，總係該講一件事情。嘅本單老道現傳統，可能也調價咩相種，結果唔咩相賴。相賴。仲係啲嘅相賴嘛係，相襯嘛係。襯。個相種。種。我啲嘅一3隻，全部都係現傳統。現傳統。啊，唔過嘅絲可以有一些冇共用，然後不講嘅現傳嘅現，那個下面係咧碎絲。對。啊，我記得我嘅係和絲盒。對，哎，生落去哪一種咯？係水，
黑水。好。有去考证过？有。真的你用蛮勤的哎。肉带注先过了个哈。嗯。对，我们有去考证。去哪里考证？我也好想考证一下。其实应该也是水。也是水。应该。你那边勤的哎，你有找到族谱之类的？有。真的假的？是水。好。我转去问一下，我嘅爸爸、阿叔啊、阿爸啊，问一下就可能说那些水啊、些河，所以是水。水。哦。但是我家的招牌扛棒，我卡在扛棒，做嘛会下佛。因为我妈妈以前做事情她没想很多，就是大家在佛上去。哦，黑暗样。所以你做的可能都有水丝诶，没有螺丝诶。对，但是你记得饮川糖就好了啦。东南亚人还是比较注重，该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哦。对，就慢慢的把它转变回来。没办法改的就没办法，就没办法。慢慢的，然后一转之后来让太家底啊，印传统，它下面是一个水字哦。故说呀，清晨期一开始对于妈妈开始来经营一间传汤，用按度后，妈妈同阿公全部就有做呀传饮嘅做这样做注射的按用嘅配件。好，按度后。对，东南亚来，我有餐饮科毕业咧。对。所以他度好。所以你喺某个时节上到讲要转去来接不卡嘅呀传汤。其实我以前餐饮科，但是全部唔爱。啊，真的吗？真的。那餐饮科唔係學餐飲科應該是畢業出來應該會讀強張操啊。以前好教，所以好教本的廚具、菜刀組，對，那全部冇用心呢，那就送俾我媽媽。這樣樣，都我做餅乾哈，因為佢用科系去分發你的專長，結果我就搬到廚房。哦，阿嗰陣時去廚房會煮菜嘛，係唔會？唔係，真嘅唔會？真是唔會。哇！我媽當辛苦。幾用嘅啫。因為廚房真是當辛苦。當辛苦。冇辦法，就自己也比較那個啦，抗壓性比較重，比較強，所以才有辦法。上有辦法去按用，天天的學。還有也是學到有興趣，對於按用的注射有興趣。就給聽烏卡嘅。試驗就攞佢接下來，自家做來做後生人算係創業啊，接觸啊，唔講咩，撒下來繼續做自家嘅風格、自家嘅風色。呀，年下堂講有見來見到哦。有，因為也今年呢生意呢觀光客，也做得很好，所以說我下來生意了，多人。非常多，今天人見來見到，嗰所呀哈，啱啱旁地度全部就係清香嘅米線，而家都市動搖。來小姐一下，他啱人出去食飯，係講盤咗，又係講有東東人橋下食飯，聽說喺下面出菜，做人都篤幾盤。華語講擺斬雞，我們就係講篤幾盤。呀，然後我看嘅篤幾盤，湯講連呀幾都貼片有篤過，係嘛？有。來分享一下。用嘅幾盤。嘿。也是豆雞、玉米雞、玉米雞，皮曬起來黃黃，嘿，看起來黃黃嘅，對，食起來當口感當甜，也幾種又較貴，當橋呢，羊肉當橋啊，成本較高，哪片來嘅雞？買牙親家買做公館肉雞。牙前甲按度好，有肉嘅。哇，我知道牙嘅先有彈性，牙嘅肉炒起來就當有彈性、嚼勁嘅感覺。也同 Andy Noble 有上司從我喺哈利台北上班嘛，我大概上位是從按用嘅雞，用來可能就買個油雞之類的，食起來口感有一些冇共用哦。好，因為雞肉冇按扎實，冇軟痛嘅雞，又係有軟痛嘅雞，嗰個冇按甜。哦，大部分就是靠嘅調味料啊來呈現，不過營養唔啊。對，曬起來就會按用。
就係幾千年代嘅米絲。韓國人老到講，攞杯嘅黃黃看起來凍油，其實唔會，其實佢就會有種滑嫩、滑溜的感覺。再個搭配客家人挺好食嘅雞醬，我當叫冇食到雞醬嘅，感謝條家帶苗栗嘅雞醬本愛食，真然好食。古時候也對客家人來講，就係青蔥油嘅呀，做鹹菜、篤雞盤，應該東人係好食吧？係要專門來做一隻雞盤咧，就係專門來食雞盤咧，哇，嘅難怪吼。古時候除咗呀篤雞盤以外，還有當到其他好食嘅料理，每日小賴，你後生條家就會來同大家來分享哦。先休息一下，等下還有行卡到好米絲。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氣來咧，我係鍾意權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呀苗栗清有名嘅呀觀光嘅景點嘛，就係呢三義三茶呀個素菜哦。其實呀，哈當然料你就會來到三義三茶呀片料，比如講像嘛個呢茶頭啊，我們的聖心火茶頭啊，當然去料嘛。韓國呢嘛個龍騰斷橋呀，哈還有個鐵道自行車，當然就會去三茶三義嘅片來料，故說講大家有閒去到呀三義行聊聊嘅話，咪早啲來到小賴嘅傳堂來食飯，食呀青菜貼呀苗栗客家嘅料理，因為我剛剛就嘗試到一隻篤雞盤，我就知道哇，好苗栗的味道哦，因為你知道桃園客家種嘅幾種，同喺苗栗嘅幾種有冇共用嘅米絲。對，嗰時候我就真嘅意識到，我就感覺也就係我所食嘅苗栗嘅客家菜嘅米絲。啊，除咗家下講到呀篤雞盤以外，稍後來同大家來分享，我頭擺應該冇啲其他嘅傳統食過呀片菜，佢按到椒鹽豬腳，其實唔難像椒鹽啊，佢當個當到就是有一點像鹹酥雞嘅東西，有酸嘅呀、蔥嘅，同埋辣椒嘅都當過，壓出菜看起來很豪華、很霸氣，同大家來分享一下。香菜很伝統的招牌。哦，大家人去到必點，對不對？對。用板講係招牌呢，講一下。以前媽媽在做這道菜，這道菜其實應該不算是客家料理，哦，這是媽媽自己的創意料理。對。到後面變成店裡的招牌。也很多客家餐廳在模仿這道菜。哦，都聽有喺度學你啊，對誒。咁過，就含起都也來兩個菜。無外包，空用自家做，自家燙，自家撈，自家炸，係啊。地方嘅所有菜全部會自家做，係。唔可以講先都幫買，現成嘅來做半。人家唔講花唔咩意思？咩唔好食，係因為呢個感受。那家下嘅有動態的，故說我啲係炒嘅時節，家下有講到要愛撈過，真正佢地度嘅米絲係撈嘅米絲係非常嘅清楚嘅，你做得炒下落去唔會像老杯油米絲甜甜，連地杯嘅米絲都係當好嘅。韓國像呀豬腳清好食，就係夾個老杯嘅皮嘛，它是有膠質的。啊，唔過當然要清醬油，嗌咩清醬油。啊，唔過啊，食起來幾件完全唔冇有油嘅感覺誒。好，因為佢做法太複雜。哦。一隻豬腳回來，好，我們開始清洗、去角質，包括去腳皮。去腳皮。對，每隻豬腳回來，我們讓客人知道，最乾淨的東西，所以我們都會刮皮，豬皮，豬皮先刮，然後嘅人講慢哦，然後刮槍來，嗰個腳皮，扔到天哪嘅地方，然後去削它，全部吃掉削它，嗰個這樣來撈，撈就要撈兩點鐘。搭到豬腳要按用拖，按用老幾刮睇，其實就當花時間呢。哎呀，時間花太過後，我來撈幾久？撈2點鐘。2點鐘？搶撈就會撈2點鐘。
人下可能13年以下就落去身體咧，撈就會撈2點鐘。就較製程較複雜，撈過以後還要炸，炸比皮酥酥，那就變紅招牌菜，表演主角。我知道很意外的是，呀哈，你對苗栗帶到台北，韓國家下流洋又帶嚟當酒，它基本上幾係冷嘅。咁講嚟講，是完全唔會那個，咩唔會吃到當油嘅感覺。係唔係因為佢撈嘅時間當久，嗰時候佢嘅油佢就是撈到凍落嘅。炒。哦，點呀？用冰蛋就凍好食，嘅韓康唔是講啲傳統。小碌碌嘅，就炸下來就拿出來食，嘅聽說就凍好食啦。嗰時候年下就凍好食呀。對，幾乎是每週也是必點的，老雞盤差唔多咧。老雞盤差唔多，同等地位呀，唔係客家菜，竟然做到同樣清傳統嘅客家菜這個比肩哦，共用按數度分樣，按樣就表示講佢哋即係清用心啲嘅做亞平菜，真係我有去上面看佢哋嘅評價，大家都說要點這個椒鹽豬腳，我選豬文冇。基本上。愛啦，愛哦，基本上愛。所以今後客廳愛去嘅話，先打電話來組委一下。希望嘅話去到點唔到，那真的會吃到很可惜，有些客人來吃不到也是失望。哈，對，古時候睇下愛組委哦，係講有去到嘅話，愛記得愛組委。唔過講到呀，涼紅菜呀，青蔥油嘅對客家人來講，唔講係自家食，也係講同其他唔係客家嘅族群朋友來小結嘅時間。聽說會講到一紅菜，按到鹹菜講控牛。就是我們的梅乾扣肉。梅乾扣肉，對。你們家沒共用有這個梅乾扣肉亞平菜？有。亞出菜都你啊，不卡係用板來做誒，同大家講一下。以前梅乾那部分，也是阿婆媽媽自家曬、自家捆，都壓下來量較大，就變到親家嗰邊專門都做下梅乾菜。又係親家，錯，強雜親家。公公唔係嘅親家，又係哪個伊個親家？強雜親家嘅姊妹。哦，那苗栗人真係很團結吼，按親戚朋友連啊就連得到。哦。係你客家人做出來梅乾菜。哎呦，幾唔是講。對。轉來亞紅菜轉來，媽媽也是啊，洗梅乾菜洗到香香，喺磨好曬過嘅東西，都會有曬，呀。中華處理都香香，各位肉哦，殺過、炸過、撈過，然後嘛當副菜嚟一片菜。啊唔過呀，肉依種愛脫過錯冇？錯，全部蒸3層肉。聽說愛蒸3層肉。錯。皮太多2層咧就做唔得。聽說我有3層，我有油嘅蔬菜，韓國有炒嘅肉，再個有炒嘅肉，真係我蒸3層咁做得咯。脫皮嘅、脫炒嘅全部就做唔得用。對。哇，古時候也咪係千難嘅一片菜，我來試一下。唐講呀，啲傳統來講，大家都會拌飯。錯。哇，我應該唔是。亞紅菜以我來講。一種東西就會鹹，但是有鹹，才會有香，好好吃哦！天哪，鬼也吃到動漫中啊，都是都搖起來誒。其實那種大槍生妹冇吃到真嘅懂鹹啊，我覺得頭家人太誇張了，我覺得還好誒。要是都壓下來，你看有可減輕一點，那個鹹度以前真的是。客家農村真的是吃比較鹹，有時較鹹，都壓下來，健康嘛，大家注重有些口味調整，健康，所以我還是些許的調整。唔過係知道做得嚟啦，唔過對頭家來講，你自家因為一下接觸傳統嘅頭擺媽媽做一下人自家做，韓國人又係好生意，啊唔過也不卡做係客家菜，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小賴自家新幹度嘅客家菜，應該係乜嘅米絲，係乜嘅用嘅？那新度嘅客家菜，好，做有鹹，以前嘅沙飛，農業社會放飯，做些啊，做些，食到安樣嘅菜，一定要食2碗飯咧，所以要有鹹，對，都
都一下來，當一下來到客家村食飯，好，我吃到強鹹，我意思講，唔好按鹹，唔好同我講。哦，也就係基本嘅調價可以講嘅，福氣卡拉 OK， 就表示講調價優化可以講哦。調價啱講，希望人客食到人嘅菜，第一套菜上來以後，佢食起以後吃到太鹹，應該一開始就同講，係嘛？哦，睇到老人做口味上嘅調整，因為客家菜，好，來下到人客就會按樣嘅口味。古時前試看啊，真傳統嘅口味。做唔得，聽講，馬上老人家調整。比如講食出菜，可能剔出菜上來過後，食做太鹹，幾純咧叫出菜，做啲調整，做啲黑淡嘅，就做啲老人調整。古時喺當然冇同講，前面再個同講，老闆太鹹。一未講當到啦，小口嘅，小口有人按樣。但唔過佢都識睇嚟啊。識睇嚟，我也冇辦法去處理。變到講啊。佢了了會冇歡喜，係安樣。我媽冇希望，我希望是你下來到個地方，好食歡歡喜喜啊，安樣。我覺得我們應該要用法語同大家來講一下，一個有咩行人啊？依到苗栗來食呀，小賴家嘅店咩都好。如果你點了這個小賴他們家餐廳的菜，第一道菜上來，吃到覺得太鹹太鹹嘅飯，要立刻跟老闆講，後面的菜色可以為他做調整。對，沒錯，對不對？沒錯。但是還是希望大家可以來認識一下那客家嘅料理，因為畢竟小賴就會懂用心來做呀客家嘅傳統菜，也係講佢自家中意嘅特色嘅菜色。好，嗰時候還有等等內容同大家來分享，我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進到節目當中哦。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氣來咧，我係仲有群阿權妹，阿權妹認真認識到動漫組，因為同大家來分享，小賴家烏卡地亞3年嘅一件傳統。前幾篇哦，真係看到嘅相片，我就知道哇，怎麼會豐富含做的維持到安詳，很漂亮，含做的本大家一個片示範可以成為一件傳統。故說分享大家有限的時間，去到也沒有你客家種呀3年呀片來行聊聊，除咗附近的當到景點以外啊。沒有當到好食的東西，好食的傳統啊，點心也得分享大家去行啊。故說在個轉到節目當中哦，來請呀小賴在個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剛才有講到你係餐飲科出身，學餐飲呢。唔過邊間嘅時間唔會煮飯，做邊嘅時間，嗰種是本人本都要這個做下這個做廚房的部分，嗰種是張黑你真正開始學。煮菜，對，嗰種時真開始學，有遇到乜嘅困難冇？因為嗰種時你就你的餅樣按到人來食飯，那真的是一個人生的那個轉折點。哦，對，當以前愛玩，不會餐飲科畢業，全部都不會煮，到當兵進去，分到了伙房兵，一直在想用什麼辦法，我不要去伙房兵，但是沒辦法，只能去面對。那個時候就真的是進去之後，我一個人大概要煮400人的餐點，沒有人幫你嗎？那個時候菜啊，進去我們講菜鳥的啦，我們講菜鳥的，一個菜鳥就對了，對，菜鳥，一個人煮湯，一個人炒菜，我就負責炒菜的部分。開始每天晚上上課啊，學長怎麼教你怎麼炒，先做筆記，早上自己去實戰經驗。時間到就是要出菜，那些官兵都要來吃飯了。400人份，對，400人份真的是很硬。以前那種辣椒、辣椒那硬，而且按太盤呢，按太盤。其實都係當去專業摔木，冇辦法摔樹啊，一定要標凳啊，牆壁啊，辣到辣到當小辣。一定要按永標，這樣有辦法摔木。哈，真是。當兵不能戴手套？戴手套可以啊，但是你切的速度就會變慢。哦。切的速度變慢之後，你就是會影響到你的
其他菜，真的是这样子，时间真的是很宝贵。像学长，佢汉堡，汉堡底部要有乜嘅？要有卵，錯嘛？你像剪500粒卵，一3年剪台按太台，啊2點就衰唔得，哇，2點就衰唔得啊！我一剪卵，剪到5點半，600粒，這樣剪好。剪3點鐘，這樣剪600粒，好辛苦哦。當時這也是一個過程，過程啦。辛苦以後，我就揾人教你咧。你就沒拆掉，就沒拆掉的啦，拆掉的揾人做，人做個教拆掉的用來做出來。當時也是皮用都有興趣嘅，常想講啊，中秋好個4年，就做餅做個4年。你又再個做個4年？做到有簽志願意下去有，做個4年，也是這些廚藝都是一些基本的觀念，各位一些受訓，包括食品安全，都有去受訓，所以我覺得對我來說是很大的幫助，很大的幫助。對，嗰時候應該講有做餅也團都做下嘅經驗，他有人將會真經來接去講烏卡嘅傳統。各位老一條觀念帶轉來烏卡，再個帶轉來烏卡。嗰時候頭擺傳統嘅做法同一下按樣要對那輩學進來嘅做法係有一些冇共用嘅。先唔講菜嘅做法啦，講食品安全衛生來講，這三樣，係嘛？挺重要，因為以前客家人媽媽以前冇上咁多，提奶會做製成有啲位東西會不用提奶，我哋穿細細啊先不用個呀，做唔得，對我來講我做較堅持，做唔得，一天都不用加嘅蛋糕，係我受過訓練，對不對？上過課。因為你要吃這400人的那個飲食安全操控在你手上。所以我不管用啊，也係我堅持。所以我一定會注重呀衛生的問題。是吧？乜個東西管用來做，就會不用用來做，不用中午的不用提奶哦。因為按用的事情，我老阿媽懂有摩擦。哦，真的。真的。慢慢用板告。佢講，我一生你就愛用豬啊！錯，真靠，這樣是真是當一嚴格，香草當一嚴格香草，因為也是應該要做的。媽媽給相片，對，媽媽，好可愛哦。那陣子也是跟他吵了好幾個月，對，但是我就覺得說這個堅持是我一定要堅持下去的，都聽了，慢慢的到現在。媽媽後面怎麼妥協的？媽媽其實怎麼妥協啊？一開始她就像你講的，那就作為吃過年的呀，那做逆生意歸生意呢，就這樣。我也是跟她吵，大吵。我說不管，就是照我的方式去做。到後來，客人慢慢來到，客源越來越多，做得也不錯，那自然媽媽就閉嘴了。對，他也是看到成績了，英國人用來做到現在來，我所有的 SOP 就是照我的方式去做，因為我們比較有一些觀念是正確的，對，以前客家農村老人家比較不會去注重這些問題，傳統我做啲人家行卡度嘅銀行，也係講行卡度嘅外地嘅銀行，可能就會佢從事一條事情，不過也係小賴嘅堅持，唔講咁咩。覺得很好奇，就是小賴是不是有點被虐，你知道嗎？在做餅那時間很辛苦，就是你剛剛講了，切菜切辣椒會切到素就動手啦，安樣，還繼續堅持愛再個做4年，還繼續堅持愛來烏卡地度接受媽媽嘅傳統。乜嘅原因本你按上愛來做一件事情？其實我要上你的個性，就會按樣。對，也不是說受虐。對，我覺得不行，我就堅持，我把它做到行，做到好。對，就會按樣。就會想要堅持，然後給做到好。錯。不過也下去甲做了幾多年呢？
作为5年人诶。5年人啊，也哈妈妈算是都会不会天数？好，天数宽等。哦。太不服的事情，太细方的事情，几乎都俺都犯了。哦，自家来做诶。好。那过程当中有你知道，真辛苦，有一些的会过唔去嘅感觉冇？有乜嘅时节有安用？其实也还好。还好。真的还好。真的。我觉得你哈好行出来。伊发因为爸爸，模范甲我都诺杯指挥交通，指挥交通为什么要指挥交通？指挥客人停车。哦，对。我爱伫个3日咧2日咧时间同查诶。对，同查诶，我爱有方的地位，停车较快停。所以爸爸都指挥交通，各位出去银行申报，出去啊，我爸都会问伊，好生嘛，有申报嘛，说得好嘛。每当我听到银行来讲好色，好赞，我心里就是对我一种肯定，就很开心，所以我觉得没什么事应该会过不去。哇，很棒哎。主要是银行的回馈，银行的反馈对我来讲我比较会放在心上。对。所以呀，应该讲算是支持你很重要的力量。对，对你来讲当重要。给不卡你来，你应该也还没懂支持呢。错。一开始也在谈到你要做了，是欢喜，也是讲不笑。一开始会笑啊，因为好爽啊。高兴啊，乜冲动讲本来发挥。我对银行你人讲我同银行相吵的嘛？对，因为我个性就会较出色。有发生过冇？唔會啦，基本上雖然講個性較衝動，不過對銀客，我一定係好聲好氣的，絕對的。還是要圓融。我希望銀客來。都呀，歡喜，對，所以安樣嘅事情唔會發生啦。冇講聲，因為其實像安樣後生轉到自家嘅家鄉來打拼，一切對富起來，其實一路嚟豐滿青島。故說就當上我唐亞的做一件事情，挺辛苦的所在的那一片都本觀眾朋友都唐亞的嘅故事，就像剛剛唐嘅小賴嘅故事，我每次都同感同，因為這麼。堅持做一件事情，到也下有研究的時間。故說下後有想過去用嘅發展冇？下後嘅發展。期望對自家點嘅導向嘅期望。那希望是因為我一定會盡堅持做我嘅事情，然後做到今後。各位你下來，對人的肯定，就會支持人的動力，支持我的動力。所以。有任何問題同我講，我一定會然後你也得做最後的處理。有那條銀行嘅同工嘅某個發本，你知道印象當成嘅冇？那因為是，也係講有大擺當年都會來大擺都會來那種老顧客的支持。他們其實好的，我一定都是我心裡會有點欣慰，對，都是支持我的動力。但是我覺得還是要有問題，要馬上反應，我一定會做最好的處理。我一生一定會做最好的處理。對，你識得以後，將來同我講，我媽唔點樣同處理嘅。小賴真的很堅持，真的是卡拉 OK 的，然後拿麥股本給。我希望大家來這裡真的是開心，你吃得開心，知道嗎？我煮色本色我也欣慰，我也歡喜。對，青春要就大家都歡喜，同大家來分享呀。請佢自家記憶當中，還有佢情感度嘅拍架菜，希望留最好嘅用嘅同大家來分享。我說睇下有限嘅時間，真研做得許多呀，3年沒有啲3年也就素材來行聊聊。聽講本地人嘅不卡老母，可能係一個都紅嘅地度，下無人行到嘅素材，唔過也下因為傳統嘅關係，也下從係變做一個觀光景點，錯冇？錯。以前網絡資訊較冇咁發達，就只是媽媽在做的時候，只是在做附近的公家機關的人員對一些善意的
在地的对朋友啊、亲戚这样子，对，都要下来听听呢。网络资讯较发达了，对，各位我有坚持做好，我该做的事情，自然而然，慢慢的客源真是变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应该爸爸妈妈都有看到成绩，有，都很肯定你哈。对，鼓手很看，同各位乡亲朋友来小个啊，没有你个后生的赚到自家嘅物卡来经营一间店的，希望大家有闲的时间做得去亲戚大嘴鼓行行聊聊，说一下好食的客家菜哦。今日什么小赖来到节目当中，谢谢，谢谢您，谢谢。没什么电视机条件，观众朋友嘅舒可以休息一下，等下空下来做运动哦。大家知道有节目好看无啊？我记得啦，我来福喜来嘅面书кин站，韩国啊客家电视台嘅 YouTube 频道，咪记得我来кин站订阅，韩国也影片嘅链接啦，记得我分享出去哦。